还真有钓鱼人。去试试。这也可以。他是死了吗？睡着了。前辈如何做到的？福将红甲都给了你，韩雕寺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师父。你就是那个私生的皇子？这您都知道？我还知道，你此番来龙虎山找我，是为了杀徐凤年。您是神仙吗？为何要杀徐凤年？为国除害。不对，你是想引发天下大乱，趁乱而起，夺取皇座。这是传国玉玺。我怎么了？那是幻梦吗？百官臣服，天下至尊，这是美梦。您能走入我的内心，您真的是神仙。人力终有时而穷，而思绪的变幻，却有着无限的可能。繁华山色，春雨冬雷，入眼入耳，终是入心。喜怒哀乐，爱恨冤仇，皆自心起。人心才是躯体之主，万物之境。我的功法就是围绕着心智而生。刚才我用这喜印乱了你的心神，随即引你入梦。你在梦中看到的一切，都是你心底无限期盼的景象。都是梦。
那只玉玺，假的。也许只有这传国玉玺的名号，才能瞬间破你心防。因为在你心底里最渴望得到的，就是至高皇座。这种功法，岂不是和天神一般？没那么容易。我要先了解你的过去，猜测你的心思，然后还要找到一个能够乱你心神的契机，才能引你入梦。您了解我？我早就知道你。我听师父说，您也是皇族。我不会出山。北凉拥兵自重，未来一定是黎阳朝的心腹大患。杀了徐凤年，才能消除隐患。没钓到鱼，我出不了山。钓鱼？钓什么鱼？我帮您钓。好啊，那你就先试试，把那钓竿拔出。啊？这水潭有多深啊？韩吊寺没说这是无底潭吗？无底？那您在钓什么呢？千年刁泥。世上哪有这种东西？您说测人心思、乱人心神才能让人入梦，怎么对他就这么容易？韩吊寺把这些人塞进红甲时，已经抹去了他们的心智，自然容易。您钓胶泥多少年20多年了，还没钓到？按辈分，我该如何称呼您？不用算辈分，叫名字就好。赵黄巢。哎，晚辈可不敢。叫先生吧，总归还是得尊敬些。先生，您都在这钓20多年了，偶尔出山走走，回来再钓，不是也一样吗20年前与人交手，功法反噬。如今靠着无底潭镇住心神，若无胶泥，我一生都无法出山。若先生无法离开龙虎山，也有个法子。徐凤年一行应该会路过龙虎山看他的弟弟徐龙象，到时我设法把他引到此处，请先生动手。我也未必就能赢得了这李存刚。现神当真如此可怕？更何况这徐凤年不能死。黎阳朝经不起北凉之乱。徐凤年锋芒暗藏，绝非纨绔之辈。若他接手北凉，也是大患。不杀他，但可以毁了他。先生何意？你看，那儿有一块石头，翻开。翻开看看。无所生平记事，这有什么用？要想让人被我的功法所控制，最重要的就是乱其心神，
你刚才被这传国玉玺所震慑，才会这么快的入梦。因为在你心里，最重要就是皇权。而徐凤年呢，他的生平琐事我也都看过，从细节中不难发现，吴素在他心中弥足珍贵。所以这本册子最容易使徐凤年心神紊乱。光有文字还不够，在某些纸页上还有别样的图形花纹。我这功法未必一定要我亲自去施展，通过图形一样能够悄无声息地影响人的内心情绪。为什么我看着没什么感觉？这个呀，是专为徐凤年准备的，别人看了不碍事儿。是针对艺人。要了解一个人的生平细节，才能做成对他有效的图形划分，暗中调控他的情绪。看了这个，徐凤年就能做噩梦？不，是要让他陷入回忆，他会梦见自己心中最想见的人。做个梦，又能怎样？我要斩灭他心中的无所。之前那一页正好提到了当年京城一战，这消息对徐凤年很重要，也是他心底里最乱的时候。此刻突然看到这张图，会让他深深地印在脑海中。之后呢？之后入梦，这图中的天龙会在他心中闪现，占据他心底的依靠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让吴素在他眼前再死一遍。除非他心智超群，否则徐凤年必定崩溃。说不好，他还会变成一个疯子，一个废了的徐凤年，成为北凉下一代主人。这对皇族来说，不是最好的结果。如果他的心智超群，这种人世上万中无一，徐凤年他没这资格。先生早就在准备这一切。就算是终老山间，我也终究是姓赵啊。我这就出山，把这份大礼送到徐凤年手上。若是徐凤年能够熬过这一关，就把他带来此处吧。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刚才恍惚了一下。哦，你觉得这幅画什么意思？这画和这文字并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你看这幅画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就是一幅普通的画。没什么，先往下看吧。又是你！
盒子你给他的。我若回答你，你让我上去吗？上来杀他？不然我费这么大力做什么？不行。阳城人多眼杂，我不和你出手，但在这儿可不一样。我最后劝你一遍，我们可以合作杀徐凤年。哦。不好。哎呀，做人要讲道理啊！从内容上看，这里收集了不少证人证词。那一晚，王先知确实在京城。证词未必是真的。这里边提到的人大多还活着，想询问一下真假并不难。我觉得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就算王先知当时在京城，也未必是他出手。说实话，王妃当时虽然剑法神通，可王先知真要出手，他不可能活出京城。但至少说明王先知跟此事有关。这个木盒的突然出现，应该就是让你这么想。我明白。我这一行就是要去武堤城，到时候我看了这个心绪大乱，到时候直接对王先知出手，这借刀杀人的把戏就得逞了。世子明白就好。可这毕竟是找到一点线索，这么多年了，真相终于浮出一点来了。我保护黄满儿，保护大姐二姐，就是因为我答应我娘，我要替她守住这个家。我心里边我娘一直还在，她一直看着我呢，不能让我娘失望。我一定要找出害她的那个凶手。世子，我没事，我就是好不容易找到线索，心里有点乱。北爷放心，我不会做傻事儿，也不会冲动。你就让我一个人坐会儿，我好好想想前因后果。有什么需要，你随时叫我。好。这龙怎么没了？李前辈，魏爷爷。
过天门者则可凌驾众生，可我偏偏不服。不服天道能定人生，不服命运无法抗争，不服人无法胜天，不服天人便是仙神。我有我手中剑，展开天门，就算古今神魔皆临凡尘，我李全刚皆以一剑斩之，斩去天命，斩去枷锁。我有这不屈在手，便可斩去一切彷徨无措，斩去心中畏惧阴霾。取你的天道！我有一刀，可斩天龙。我有一刀，可斩天人。是梦啊！没想到吧？喂，还不叫人救你？你受伤了？在悬崖上跟人打了一架，问题不大。悬崖上人很多。多，都是来杀你的。你挺抢手啊。打伤你的人呢？下去了。
麻烦的就是遇上疯子。希望赵皇上前辈说的都是真的。天都亮了，白打一晚上。走，去搞饭去。你还不叫人救你？我真杀你了！太阳要出来了。再过一会儿，会很好看。要不我们一起赏个景，再搏命吧。行啊。是很好看。你怎么哭了？我梦见我娘了。她很好看吧？你这么好看，你娘一定也好看。这么多年，其实我一直不相信她已经走了。我一直觉得她活在我心里。其实是我在骗我自己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在梦里跟我告别了，他走了，早就走了。只是我到现在才承认这一点。你在梦里跟他告别了吗？没来得及。今天的景色是很美，看在美景的份上，不杀你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？我不相信你就为了千两黄金。再见。来得及的。你说什么？说再见啊！只要你说出口，想听的人就一定会听见。娘，走啊！你在梦里见到的天龙就是这样的，仅凭几套纹路、一幅图形，就能让人入梦？只对你有用。准备这些的人应该对你了解颇深。这功法就只是为了让世子做个噩梦吗？这是借梦境毁去一个人心中最重要的屏障和依靠。你娘应该是你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。是，这是想从心灵上给你打击，让你崩溃绝望。你怎么扛过来的？我把他们斩了。要不是前辈告诉我一剑开天门，我恐怕斩不出这一刀。不是每个人都能斩出这一刀的。扛过这一关，以后这类型的功法将无法再影响你了。可是，这个东西到底是谁送过来的呢？不管是谁送的，他还会再来。
启程去龙虎山。陛下召你进宫。哎呦，陛下召你进宫。我再睡会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他这时候召我进什么宫啊？扬州急报，你儿子在阳城遇到曹长青了。天下前三。哈哈，你儿子的侍女是西楚公主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知道。知道，你还把西楚公主养在府里，让公主当侍女，这才显得咱北凉霸气。曹长青认出了西楚公主，对你儿子出手了。哎呀，那不是还有这个李淳刚呢吗？李淳刚和曹长青交手一招，未分胜负。临走的时候传下话，要重回蜀地。你家那侍女将是女王。让女王当侍女，这回她威风大了。还威风呢。从各方面查证来看，那个叫江泥的从小就尝试要刺杀徐凤年，看来仇深似海呀。哎，我儿子呀，命里有桃花劫，女人都恨他。你想明白了没有？新一代楚国女王要杀徐凤年。哎呀，这回我终于可以睡一个踏实觉喽。哎呦，你还真睡啊！徐骁，哎呦，别嚷嚷，来，一块跟我个儿躺会儿啊！哎呦，起风了，有问题？江宁，小声些。是曹长青引起风沙，是我让齐少叔叔掩人耳目，我才能偷偷溜回来。我还以为曹长青不会让你。如果你遇到危险，有江离在你身边，曹长青才能可能出手救人，懂吗？我是回来要钱的。当你侍女这么多年，我要走了，你总得给点安家费吧？等你真走了，就给你。我跟齐少叔叔说好了，等你平安离开龙虎山，我就真要去西蜀了。不过，齐少叔叔也说了，我们在西蜀对北凉是好事。我宁愿你留下来。留下来被你使唤吗？好啦，你留意着点，除了身边最信任的人，你可别让别人知道我又回来了。于有为呢？他在齐少叔叔身边，齐少叔叔说，要把西楚各路义士都给他交代清楚，以后他就是我的直属女官了。殿下没被发现吧？如果杀了徐凤年会怎么样？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杀徐凤年？公主要走自己的路，就不能有情感羁绊，孤家寡人才能成帝王之业。胡扯！我说错话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了，那就不杀徐凤年。有李淳刚在，杀不了。徐骁，此时陛下让你进宫，你儿子世袭罔替的事儿，他就有结果了。你弄出一个无视君恩的样子，这做什么呀？
我什么也不想做。他让我在这儿闲置了这么多天，我还不能让他等会儿。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哎，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呢？啊？现在我表现得越狂悖，那陛下就越放心。好，全都是你的理。你要是再不去啊，宫里的马车全堵你门口了。哎，怎么又躺下了？对，也不能太过了啊。那咱们就去宫里走一趟。哎呀，好的。着什么急？你被人设计，陷入噩梦，谁干的？问题就出在这儿，我想不出来谁有这手段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他是笨蛋，又不算真的闯过江湖，对功法手段不了解也正常。那你呢？你可是剑神，你也没头绪。我在清朝廷底下躲了这么多年，这些年来江湖上多了哪些高手，我哪知道呀？那我晚点去问齐兆叔叔。那女刺客呢？当时为什么不动手？我总觉得他的目的未必是杀我。现在回头想想，那2次重伤，真的是害我吗？那次之后，我破而后立，把真气强行吸收，将大黄铜推至4重。再之后，就是杨城。要说呢，祸福相依，这伤啊也算来得及时。在阳城我杀琉璃亭本该会有后患，但偏偏这次刺杀让卢家进退两难，反而借伤势将危机化解于无形。这2次刺杀带给我的都是好处。所以你认为他是在帮你？今天日出之前是他杀我最佳时机，但他却没有动手。难不成又是许萧的布局啊？不知道啊。经过这次东行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看不透许萧了。这张宰府来得早啊！还有人来吗？陛下还招了大将军顾建堂入宫，无奈顾将军旧伤复发，今日来不了了。哼哼，这胆小如鼠之人自然不敢来见我啊！春秋国战，4大名将顾建堂与上柱国齐名。黎阳一统后，上柱国盘踞北凉，画地为王，而顾建堂抛下布局，孤身入京，为天下事，静心激励。蜀中蜀间，天下人自有公论。自然是顾建堂这阴损之祸，才是最终。所以，顾建堂或许才是接手北凉的最好人选。他接手北凉，那陛下能放心吗？请勿妄议君王。啊，不说了。陛下人呢？是他找我来的，怎么不露面？陛下身体不适，就不见上柱国了。那招我进宫作甚？陛下口谕，要问上柱国，北凉保住世袭罔替，世子继承了北凉王位，还想不想上柱国一职？买卖嘛，有得有失，啊，哈哈，我懂。你懂什么？臣年迈昏昧，不堪重任，明日就上书，
请辞上柱国之位。好，陛下说了，就不要接旨那一套繁琐的事了。王爷既然请辞上柱国，那北凉王位自然该世袭罔替。下一任北凉旗还是姓徐。这是朝堂，真当是商贾交易吗？宰辅息怒，陛下说了，北莽虎视眈眈，楚人又蠢蠢欲动，可谓是危机四伏啊！还需北凉镇守天下，为国解忧呢。北凉世袭罔替，未来终是祸端。臣请见陛下。陛下不是，就不见了。还有啊，陛下说了，今日之事特地请张宰辅做个见证，日后朝堂之上，希望不要有人对此事妄加评论。悠悠众口，堵得住吗？旁人堵不住，张宰辅自然无妨。看来在陛下心里啊，张宰辅一人就可以震慑百官，如此重信，让人羡慕。臣殚精竭虑，一心只为黎阳盛世，此心天地可照。宰辅放心，你这话我定会禀于陛下。韩胜轩，今后北凉还是姓徐，你怎么想啊？难为王爷啊，还记得我这贱名。至于北凉姓什么，那是朝堂政事，我怎敢多嘴啊？人人都叫你韩雕嗣，啊，这叫多了，韩胜轩是你的本名，可别忘了。小人起于微末，自不敢忘。人嘛，一呢，不能忘本；二，就是不能僭越，啊。王爷教诲，谨记于心。世袭罔替，世袭罔替，阻拦的人还真不少啊！最后成了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好了，回我的北凉了。陛下，果然把世袭罔替给了徐骁。那徐骁拿什么换？请辞上柱国。上柱国一职虽然荣耀，却无实权。西楚正闹得欢，陛下自然希望北凉安稳。可这是养虎为患呐。顾建堂呢？他没有说话。顾建堂也称病不出。难道顾建堂打算一辈子就留在京城吗？陛下应该会把上柱国给他。陛下不愿意放顾建堂出京城，也是怕鱼入深海。
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徐家世世代代统领北凉吗？陛下给了世袭罔替，不代表徐凤年就能活到那一天。龙虎4大天师，唯有你赵丹平，常年留在京城，这些年斋教青词写了不少，还没写腻吗？朝廷安稳，龙虎山才有前景。徐凤年接任北凉，对天下对龙虎都不是好事。你要我回龙虎山杀徐凤年？龙虎山4天使，赵熙团，你弟弟的师傅，应该对你能留几分情面。脾气最糟的赵丹平，常年在京城被称为青瓷学士，这么多年没回龙虎山，应该也不用担心他。所以你要留意的呢，也就是辈分最高的赵希义，还有如今天师府掌门、道门领袖第1人赵丹霞。就这2个已经够可怕了。徐凤年是北凉世子，真杀了他，徐骁就敢马踏龙虎山。你可以不用亲自动手，但他必须得死。这件事关系到黎阳朝未来的国运。你们龙虎山既然承受了朝堂的好处，那就该为国尽忠。啊，对了，除了徐凤年，还有1人要杀。还有谁？赵凯。他又是什么人？寒雕寺的弟子，陛下的私生皇子。眼下正一路追杀徐凤年。私生皇子。寒雕寺表面与我合作，其实是想杀掉徐凤年，引起天下大乱，然后借机让赵凯争夺皇位。他自己以为能瞒得过我。我张居禄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黎阳朝万世太平。徐凤年是祸根，不得不杀。赵凯一样是乱应，正好一并除掉。宰辅大人，虽说是私生的，可他终究是皇子，暗中杀皇子。您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下场？为国运而争，岂能在乎自身的命数？如果寒雕寺还真的知道了此事，他可不会放过你呀！一个太监还想着引发大乱，他不放过我，我也没打算放过他。不过，行了，朝堂风波我来挡，江湖的事情要看你们。赵丹平，你们龙虎山到底选择站在哪边呢？宰辅大人，我这就回龙虎山。徐凤年和赵凯的命，由我龙虎山取之。
好像有马队笔迹。应该只是路过，要杀我也不至于在官道动手。干嘛？那女的你认识？轩辕清风。龟山捕牛大港上的轩辕世家。就是江东轩辕。你也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轩辕世家有着数百年的基业，天下江流水运皆在轩辕门下。轩辕家还有个老怪物轩辕大盘，你是天象境。金刚指玄天象，那不是跟王仙芝一个境界了？轩辕清风，那不是轩辕家嫡长孙轩辕敬城独女吗？你怕他？怕是不怕的。那你躲什么？也就是之前3年游历的时候，跟老黄遇见过他。你把他怎么了？这不当时还有个温华嘛，他就是看见轩辕清风长得不错，夸了2句。怎么夸的？也就是什么魂部形状啊，利于生养啊。温华说的。然后这轩辕清风他不讲道理啊，他追着我们打，就这么点小误会。江湖儿女嘛，应该大气些啊。人家没杀你就够大气的。魏爷爷，远远跟着前面那队人马。明白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不是躲吗？跟着干嘛？轩辕家有用啊！轩辕家族掌控天下水脉，辉山跟龙虎山一江之隔，仅凭一个世家可以和龙虎4天师分庭抗礼，多高的地位！所以徐骁让你联姻？绝对不是。实不相瞒，这一行轩辕家本来就是要去拜访他，倒是遇着这轩辕清风是个意外。看这方向，他也是去辉山。他们家掌控天下水脉，他怎么不坐船改骑马了？要不你去问问？轩辕清风，听说他和他爹势不两立，这一脉顺下去，或许有好处。算了，还是先杀小舅子要紧。路过的，并无恶意。杀气还挺重，好盔甲，好刀法。不打了，能麻烦问一句，为什么要动刀？我们认识吗？刚睡醒，脾气躁。这会儿呢？杀不掉，睡觉。阁下贵姓？
能早归回山。苏小璐，驾！